長落係設有5個唔同難度嘅雪道，由初學者專用嘅闊廣緩坡，到初級、初中級、中級路線，再去到符合國際滑雪聯會 FIS 標準嘅高級賽道，可以話係一應俱全啊！成條滑雪道嘅長度係達到有1.5公里，其中最長嘅滑道呢係長463米，而且係擁有83米嘅垂直落差，會帶嚟具有離心力嘅刺激體驗，同時滿足專業運動員同埋休閒玩家嘅需求。另外仲設有2個地形公園，專係為進階滑雪者打造嘅。為咗方便滑雪者上落雪道咧，場館係配備有2條4人嘅纜車，同埋1條單人摩氈同埋3條雙人摩氈，亦即係電動傳送帶，大大咧係提升咗滑雪者上落山嘅效率嘅。而室內溫度咧係 keep 住喺零下3至5度，配合有逼真嘅人工雪花效果。需要留意嘅係，吊椅索道亦即係纜車，淨係提供俾購買咗中高級雪道門票嘅人使用嘅。如果購買嘅係初級雪道門票咧，就淨係可以用電動傳送帶上落。